想啊，好多信徒就以為我信咗耶穌，然後耶穌係至大至高獨一無二，所以我就高枕無憂，翹起二郎腿就可以登上天堂。什麼仇敵、什麼攻擊都唔會臨到我，因為我係屬神嘅。啱定錯啊？啱咗一半啦，啱咗一半真係錯吓，聽清楚吓。嗱，我哋知道咧，神當然係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但係我哋信神咧，信咗之後，我哋有好多責任嘅吓。聖經講得好清楚，我哋要守望啊，要警醒啊，要祈禱啊，要裝備啊，要接受訓練啊，講唔晒咁多，我哋有冇咧？啊，所以第二章第一節又有一天，即係話喺第一章嘅過程裏邊。魔鬼以為攻擊約伯之後咧，約伯會當面棄掉神，但係約伯冇。嗱，冇嘅時候咧，第二步又攻擊啦，所以進到第二章又有一天。換句話講，嗱，弟兄姊妹，呢啲有一天又有一天，係警告我哋每一天都要小心謹慎。所以盼望你可以明白主耶穌點解喺福音書裏邊常常警告我哋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要常常祈求不斷嘅禱告。點解啊？因為禱告係一個盾牌，係一個保護網，係一個嘅保護我哋有平安嘅方法，依靠我哋嘅神。所以第二章嘅內容咧，你就睇落去就知道。魔鬼進一步話將約伯嘅健康攞走，但係神話好，你可以攞走，但係唔好攞佢嘅命，唔准佢攞約伯嘅命。所以約伯就話從頭頂到腳掌啊，生滿毒瘡，嗰個細節你睇啦。然後跟住咧又有心中好多嘅憂傷，因為連佢嘅三個好朋友咧都呃佢食死貓吓，即係話咧你肯定做咗唔好嘅嘢，所以呢啲災禍就臨到啦。嗱，所以啊，身心靈俱備啊，好可憐，好可悲啊，連佢老婆都唔中意佢吓。嗱，所以好多時候啊，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啊，你要人明白你咧，都幾難噶吓。但係你一定要喺神面前，你要知道啊，你係手潔